的上帝，敬拜咱的上帝。嘛，欢迎每一个来到咱中间的兄弟姊妹请咱将咱的手机关做震动或是关机，咱三甲伫今日的敬拜中间伫安静的中间，伫备办心的中间，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咱搁一摆做伙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将阮的心、将阮的灵带到主你的面头前。愿主你的圣灵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当我们来到神你的面前，我们的生命要再一次被主你的圣灵的感动，加倍的扶持，来祝福我们的生命。谢谢主，阮搁一摆伫你面头前的敬拜，也要搁一摆来向主你恳求，求上帝你甲阮三个同在。随便要未来到伫阮中间的兄弟姊妹，愿上帝你固守因的心。做伙来到伫阮的中间，备办因的心，做伙来敬拜主。我们搁一摆将阮今日的敬拜，对头到尾，拢交伫主你的圣手。愿上帝你甲阮三甲同在，同心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咱做伙起立，你找5个人甲伊讲，上帝的恩典要祝福你的生命。上帝的恩典要祝福你的生命。咱这位来，星星看见牛奶的名字的，星星跟随主我主带领，甩开不幸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又得胜，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得胜的宣告。我们再一次在神的面前，咱用信心的宣告，求上帝圣神来加做咱的帮山。星星看见牛奶的名字的，星星跟随主我主带领，甩开不幸的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前得胜又得胜，仰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得胜的宣告。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得胜的宣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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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次对主，这是我得胜的宣告。我们用掌声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伫你要坐落来以前，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讲，求上帝灵充满你的心，求上帝上帝灵充满你的充满你的心。心，请坐，请坐。咱每一摆来到主的面前，咱的心就要有上帝的灵来甲你充满，因为圣神充满咱，会当互咱更较渴慕来敲找上帝的心意，将咱的生命来献上给上帝。我相信，当你的心若袂晓学乐，我相信伫你的心有侪侪艰苦，有侪侪忧愁、看路的事，较赢过你爱学乐上帝的事。
所以求上帝帮助咱，愿上帝圣神，佮一摆来引带咱，做伙来敬拜主，做伙来渴慕伊的心意。我的心只有你，我的灵靠无你，我全心的努力，用全心无落你，也想就敬拜你，对你讲我爱你，我上帝我的主，我脚无一个你，我的心只有你，我的心只有你，我的灵脚无你，我全心的努力，用全心无落你，也想就敬拜你，对你讲我爱你，我上帝我的主，我脚无一个你，充满我，充满我，充满我，互我灵他满盈，充满我给净我，定心我，充满我主灵我，互你听来吸引我，我一生我全意拢属你，我的心，我的心只有你，我的灵脚无你，我全心的努力，用全心我乐你，也想就敬拜你，对你讲我爱你，我上帝我的主，我脚无一个你，充满我，充满我，互我灵能发言，充满我给净我，更新我，充满我主灵我，互你听来吸引我，我一生我全意拢属你，充满我，论的我，充满我论着我，互你听来吸引我，我一生我全意拢属你，我一生我全人，我一生我全意拢属你。咱做伙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的心，阮的全人，拢是属于你。因为阮知影，当阮若倚靠你的时，当阮若认捌主你的时，阮就会清楚，阮只不过是一个罪人。阮亏欠主，阮亏欠上帝你所赏赐予阮的生命。伫世间的年日，哪亲像鸟，找无收偿款；哪亲像船，无帆通好可靠。主啊，恳求上帝你赏赐予阮有困难，将平安喜乐的灵充满阮的心，帮助阮学习倚靠主，学习用感恩的心来活出俄勒主的生命，为主你来向前迈进。求上帝你赏赐阮困难，同心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你看过义人的道路，细细听我一个罪人的祈祷。过去树鸟飞无收，树船无帆通好靠，是你使我归来平安喜乐。耶和
和华你看顾义人的道路，详细听我一个做人的祈祷。过去像鸟做无收，将准做我通好靠，是你赐我对月看天数。心内花枝感恩我手好乐，感谢主我向前行。向你前的道路，你是我心内的宝，我心内的宝，是人一生永远的依靠。耶和华，耶和华，你看顾义人的道路，详细听我一个。过去想鸟找无收，像船无帆通好靠，是你赐我过平安的路。耶和华你看顾义人的道路，详细听我一个做人的祈祷。过去像鸟做无收，像船无帆通好靠，是你救我脱离世界困锁。心内发出感恩的，心内发出感恩我唱乐。感谢你带我向前行。穿过天的道路，你是我心内的宝，我心内的宝，是人一生永远的依靠。心内发出感恩的歌，心温我唱乐。感谢你带我向前行，向你前的道路，你是我心内的宝，我心内的宝，是人一生永远的依靠。你是我心内的宝，你是我心内的宝，我心内的宝。是人一生永远的依靠。咱的主真做咱的帮站，真做咱的依靠，伊就真做咱的牧者。阿门。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点愧是惊。予我得地七水的草坡，带我的安静水边，予我的灵魂经验，引带我你的路。虽然行过死的山谷，也无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伫我对着面前，为我摆设下，应有我的头壳，互我的陪伴我。阮的主你领导，对我真是人，我要听见你耶和华的主的高耶华。咱去一边对头来。
喜爱咱的，将伊当作咱生命的牧者。伊要带咱行过迄市区的草坡，带咱行到伫安静的水边。伊予我的灵魂经验，引带我行伊的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无惊灾难，因为你甲我同在。你对我对着一切，为我摆设恩祥，应有我的头壳，予我的陪伴我，稳定主秘的靠，对我一世人。我要行去你耶和华的主，你高言我，你伫我对面前，为我摆设恩祥，应有我的头壳，予我的陪伴我，稳定主秘的靠。对我一世人，我要行去你耶和华的主，你高言我。我要行去你耶和华的主，你高言我。主啊，阮意爱徛起伫主你的厝内。因为阮知，当阮伫主你的厝内，阮若有平安，阮嘛要得到气力来继续来跑走阮生命的道路。恳求上帝你引带阮，让我们每一个来到神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经历神你所带领我们的生命是充满丰盛恩典的生命。虽然有苦难，但是神你所给我们的是满满的祝福与喜乐。求主赐给我们，让阮伫今日的敬拜。对头到尾，我们将一切荣光归予主上帝。愿你亲自感纳阮伫你面前所献的诗歌，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你边的兄弟讲，真欢喜甲你做伙敬拜主。真欢喜甲你做伙敬拜主。其实咱来用四首圣经来做咧个别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入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和永苦。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相通，罪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这时咱来启用，我来启兄弟来用。启用文54篇，马太福音第5章，心灵善者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忧伤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甲因安慰；温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予因承受所应允的土地。咬嘴沙会羡慕上帝旨的人，现实这个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予因把助；咬怜悯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甲因怜悯，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见到上帝，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成做上帝的儿子，为着实践上帝的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好了，这
是咱生活底下俄勒是敬拜伊。俄罗斯国对咱的主上帝，是咱的强头上帝为意。记载圣经哥林多前书15章50节到51节，到57节、58节。显着我用台语和日本来读。哥林多前书50章15章50节，上帝话安尼讲：兄弟啊，我讲迄期的百体袂会心接上帝的国。会朽烂的袂接着袂朽烂的，但我用奥妙甲你讲，咱无要拢困，是要拢变化。57节，总是感谢上帝，伊互咱对咱的主耶稣基督得到较赢，所以咱所听兄弟啊，恁着坚固，无摇掣，常常尽力伫主的工，因为知影恁着无。伫主毋是空空，搁一篇是哩。伊个前书3章15节，独
恁心内热热，基督做主，尊你做圣。既然有人嚟问恁所不问的因由，就不时便便用温柔甲敬畏来分数。即时咱听五牧师已经证道，伊要证道的是主喜爱可工人形象第4篇，培养坚固的性格。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咱做伙同心来祈祷。耶和华满有恩典、丰富、赏赐全能的阿爸爸，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阮同心来到主你的面前敬拜你，用诚心谦卑的心来领受主你的话语，所要对阮所启示的话。愿上帝你帮助阮，互阮有一粒信靠主的生命。有主你的话语来做阮生命的粮食，互阮的心内有满足的信心甲快乐，帮助阮，互阮要安怎样来面对头前阮所拄着生命的道路。主啊，我们要将每一位在你面前参与大桥教会的弟兄姐妹、信徒朋友、亲人朋友，带到神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再次扶持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在主你的里面能够学习建立好的关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思想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用祷告来去经历上帝你所应许人，透过祷告所要带给我们应许的力量。让我们学习认识更多，在祷告里面有更多的力量。没有祷告，我们就没有力量的道理。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更多在主你话语的真理。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需要更多真实、实在的信仰生命，来帮助我们的生命活出主你的样式。谢谢主，我们再次将我们的生命摆在主你手中，愿主你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每一个信靠主你的人，生命得着丰盛，有力量，有平安与喜乐，为主而活。谢谢主。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感谢主啊！牧师今天还是会用华语多一点来跟大家分享了因为我们的好朋友李新弟兄他上个礼拜牧师私下也请教过他，听完怎么样？他说很好，他听得懂。那我觉得一篇讲道要期待的是让更多的人听得懂的话语言，那期待能够让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受上帝的真理。牧师嘛会参杂插啦有当时讲下台语的部分来跟咱做伙分享上帝的话。我非常感谢上帝。等每一拜我们能够一起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你再一次看你旁边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不一样啊？哪里不一样？是穿着不一样吗？还是生命不一样啊？牧师。每一个礼拜我都很期待看到各位，我很期待看到你们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们的生命是每一天活的是越来越精彩，而且是活得越来越有喜乐。这是咱的生命所期待的，因为在生命中间，我相信大家人无拄讲安怎，无苦难无困难，但是每一个人在生活中，咱拢要了解到底咱活的，我们活着。上帝创造我们生命的意义、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一起说：我是上帝的儿女，我是上帝的儿女，应该要有好的形象，还要有好的脾气，好的脾气。在圣经里面规本圣经里面代表耶和华、代表上帝发言的这一些信仰的前辈伟人他们都是普通的凡人，他们都曾经都是普通的凡人，他们在社会上也都是不同的阶层，可是呢，上帝都同样让他们都跟我们一样，有一样的病痛，有一样的忧愁，有一样的困难，甚至有一样的痛苦，人跟人之间的伤害都有，在旧约、在圣经里面都有，新约都有。我们知道一个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人叫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他是一个从过度自信的人，
而变为一个谦逊性格的人。怎么说怎么看？我们知道摩西他是基督以前在我们神学里面都说他是一个在耶稣基督以前的一位先知。可是呢，在他40岁的时候呢，在他40岁的年纪里面呢，他甚至还没有具备拥有一个资格可以做耶和华的代言人。原因是什么？因为那当时摩西，咱知道摩西他的同胞在埃及法老的手中，他是受到奴隶的状态，所以摩西他在法老的家庭里面长大，他的说话行事，做什么事情，他都是比较有power、有力量的。讲话做有力的，讲话做有那个气力的。但是呢，圣经里面记载告诉我们，《使徒行传》第7章22节到25节，他特别提到，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可是他将到40岁的时候，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受到欺压的人，他就为他们怎么样做报仇。他去到那边，看到他们受委屈，他为了要保护他们，他就保护他们这个受欺压的弟兄，就打死了埃及人。后面这句话，他说什么？他以为弟兄必明白上帝是借着他的手搭救他们。注意哦，摩西他以为，这一家己是上帝派来要来救因的啦。但是你看，摩西伊的方法，他的行为 OK 的吗？适当的吗？你把埃及人这样抬起呢？这让我想到让我想到之前牧师曾经讲过，有一些中辍生进到教会以后，他们曾经发生一件事情，他们就在教会里面群聚，然后他们就一批人20-30个人准备要出去跟人家理论啊，我就发现说跟摩西的那种个性好像为了打抱不平这力挺就是要去打一场胜仗一样我告诉他们不要，不行这个我的朋友被人家伤害怎么可以不出面留一下你姊妹，咱知影摩西他最后他被迫逃亡，接着他又40年当中，他远离了米甸，然后做了牧羊人。他在遥远的米甸的地方做牧羊人，到40岁的末了。请问摩西几岁了？80岁啊！跟你边仔兄弟讲你也未老的。摩西80岁上帝才委派他去做以色列人的什么预言者啦、先知啦，去告诉他们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离开这个受压迫的地方啊。摩西他不再像过去40年前的那个过度自信的人，他跟以前相反，他认为自己没有资格、没有能力接受这个重责大任。注意这里我们看到22节说什么？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有没有能力啊？他是有能力的。可是摩西为什么刚刚牧师讲说，到了40年之后，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他说了什么？他说：“我是谁啊？上帝啊，我是谁？我竟能够到法老那里去？我要对他们说什么？”他是一个如此重新回到上帝面前谦卑顺服的人。耶和华上帝的爱向摩西提出了保证，提出了帮助，让他成功的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对不对？这些故事从电影、从很多地方我们都看到过。那我想问各位，我们的生命，咱的生命，敢有亲像摩西相款？过去咱少年的时，过去咱自己嘛亲像摩西相款呢，过度自信呢，做事鲁莽呢，出言不逊呢，有没有？有啊，我本身就是安尼啊。兄弟姊妹，他对我讲起这个故事，过去咱这青少年，当这囡仔带入去的时阵，咱第一个反应是啥？哎呦，这教会有这群的中辍生，你来教会会吃力危险不好牧师，我们的教会要关心这些年轻人嘛。
跟你旁边的人说，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我认为这些人的生命，他们需要的是有人教导他们，要有人牧养他们，陪伴他们，因为他们的性情，因为他们的个性，他们的脾气，他们不知道怎么拿捏。今天牧师一个主题叫做什么？主喜悦的好工人的形象，就是要培养出一个坚固的性情啊，也就是一个坚固的好脾气啊。你的脾气不能说我过去我的脾气就是这样啦，我吃到这个会啊，还要改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的脾气是可以改的，你的脾气是可以改的，是可以改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哈，做主喜悦的好工人，需要一种性格，需要一种好的脾气，需要一种好的性情。这个性情是坚固的，好的，它是不会变的，而且是可以马上改变的。袂讲啊，我这我不懂，我做习惯了。我现在这种脾气，对什么事情我就是很喜欢跟人家理论，没那个代志，一定可以改。各位弟兄姐妹，咱爱知影，有一寡人伫上帝面头前，有些人在上帝的面前，他的脾气、他的性情是非常结实的，而且他是非常坚固的，不为所动的。有可能是好的，也有可能是坏的。但是我要跟恁讲哦。有一寡人，咱来知影，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都是马马虎虎的，我们不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觉得信仰、真理、福音才重要。我都一直觉得很奇怪，这个福音那么重要，那为什么好像在你身上看不到这个福音呢？懂我意思吗？一个要传福音的人，会不会有影响力？会不会？会不会？啊！你搁来看者，看者咱边仔的人，你给他看者，给他问讲，你有没有影响力啊？哦，注意哦，当别人在问你，你有没有影响力啊？你就在反省哦，你要去反省，想看看你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生命的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蒙召的人，呼召的人，对不对？蒙上帝呼召的人有没有福气啊？有没有？有吗？我三个囡仔吼，上面倒一个高生我你知道哪一个比较会洗碗？穆恩，女孩子。好，然后呢，每次我只要交代穆恩最近他跟我说：“爸爸，为什么都是我？”我说：“因为你洗碗洗得很干净，哥哥跟弟弟都洗不干净。”你了解不？蒙受呼召的人，他做事情。他是蒙福的，是因为他做事情就是好 ，OK 了，一级棒啊！无法度他蒙受人家这个信赖的人哈，我就是安啦，因为做袂好嘛。但是做袂好，我就不爱互伊做吗？袂啦，我即马开始分配，互我的囝儿就是安怎？即马是一礼拜，因为这顶礼拜吼，这个泽恩伊确诊，所以我就不爱互伊摸这个物件，不要让他碰。那都是穆恩，他说。爸爸，为什么这个礼拜每天都是我？我说下礼拜都是哥哥。好，可是我要培养他们，帮助我的孩子。每一个人的个性，每一个人他的习惯，都有他的疏漏，都有他的不足、软弱的地方。但是只要我们记得，每一个上帝蒙召的人，我们要记得我们在人的面前是不是可靠的？你要想看嘛？你伫你的亲人，你伫你的厝里的这样兄弟姊妹中间。你真做一个基督徒，你要传福音，你有真做一个家庭内底可靠的人无？会信任的无？了解无？你若是做爸母的，你有咧读经祈祷无？啊，是你干那咧叫恁囝祈祷，叫恁囝安怎？但是你做袂到。兄弟姊妹，我拢常常咧反省。我伫徛伫讲台咧讲话，我等去厝里的时阵，我拢会看牧师娘伊的反应。伊牧师娘拢咧看我安怎做代志，敢不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一个蒙上帝所呼召、蒙召的人，他的性情、脾气、性格，在人的面前，他绝对会是可靠的。而且呢，你要知道，我们要时常去想，你是不是一个可靠的基督徒？你出去外面工作，人家看到你，
如果你是一个可靠，在人的面前是可靠的基督徒，你做事情的态度是什么？是散漫消极的吗？这样我朋友能够帮我做，我的同事帮我做就好了，我的同学帮我做多好啊！我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你是可靠的基督徒吗？绝对不是，你是偷懒的基督徒。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时常去想，我们的性情、我们的脾气，会不会因为环境、某个人的反应，甚至环境的变化，只要一发生在你身上、生命当中，你就变了？会不会？A 呗，看起来好像是合情合理嘛，对不对？人好像蛮容易会变的。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信主的人不可以。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礼拜天我举个例子，你有好朋友啊，会叫你要去拍球啊。子安，礼拜天啊，去什么教会？走，我们去打球，要不要？我大学的时候最常遇到啊，礼拜天我的同学说：“委员呐，你礼拜天大学4年，你们都去教会，都不跟我们去玩。”这句话有没有问题？环境啊，人啊，给你的反应啊，你会不会选择？会不会？会啊！各位弟兄姐妹，你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尊贵的一个神的儿女。为什么我们要来到教会？因为上帝告诉我们，他在7天当中有6天，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享受自己的产业，去努力的赚钱、工作跟家庭的关系。何尝我们这短短的1个小时，听牧师讲道，来到教会聚会，有那么难吗？了解我的意思吗？牧师不是说你完全不能出去，而是说你的心里面，你的性格有没有外面的事情、游玩的事情，胜过来到教会还要重要？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我简单估计的咧，这就是咱的生命常常在受欢迎、受应用的。我开车哈，你若开车看到头前有一个开车很慢的人，你会怎样？你若无看到伊开走慢，你也亚这讲伊的头前可能有车嘛，对不对？我记得有一次哈，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就跟着他慢慢走，然后后面有人在按喇叭，拼命按喇叭，说这些巴沙尾啊，我性情就改变了哦。你在按什么？熊！等一下你过去了，我就要对你怎样哦。哼！结果呢，前面那台车好慢，我就刚好可以变换车道，我就过去了。过去以后说看一下，哈！他前面根本就没有车，是他开得太慢了，更可恶。请问，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是不是有极端的方式想要解决？有没有？有没有？有啊！我们在当中对后面按喇叭的人，可恶啊！前面看到前面的人，原来开他们慢，就是这么可恶。有没有极端啊？心里面有极端呢。我告诉你们，这就是人的心。性情跟着环境在改变，性情因为人的反应在改变。第二种，有人做事比较慢，有人做代志还慢啊，你也那个慢吞吞啊，做事情一点成效都没有。我记得在座的男性朋友只要有当过兵的都知道，这个班长或者是连长会说死老百姓啊，你们这边慢吞吞的，动作慢慢来。当然啦，打仗不能够慢，因为只要你一慢，可能就会危害到你的生命。他在训练，可是，在做事方面呢，偶尔好像有些时候也是这样，讲究效率，事情不能够缓慢，太慢。而且呢，你会发现，人在缓慢当中，只要遇到那种很积极的人要做事的时候，就会产生冲突。所以我记得我小时候，我非常讨厌我爸爸。因为我爸爸做事好快做事非常准确，我每次都很懊恼，为什么我不会？为什么我那么慢？可是我爸爸就是，所以到后来，连我自己好像也会这样。现在我在对待我的孩子，早上我也会这样这么慢，以后怎么成大事啊？我突然间，这个好像我以前我爸有讲过。注意哦。性情会改变，
性情会因为环境、因为事情的发生，我们会改变。恁有无？咱有无？无哦，还是恁拢比牧师较好吼？敢是？啊，若好了还真正好哦。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朋友、亲人，有些时候也会因为无心的行动跟过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甚至影响到我们所要做的事情。他都要讲起像我的囡仔，我的囡仔伊一个反应的时阵，我会足生气。伫迄过程的中间，我会感觉，我会用更较强的方式来对待因。兄弟姊妹，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讲吼，当你有做这项代志时，你就爱回息咧。来甲讲啊，你若有安尼的话，就回息咧。哦，若有安尼的话，就回息咧啦，就简单咧。哦，回息咧就好啊。哦，啊后一遍，下一次你就会越来越好，懂得道歉就好了。好，在今天我们的圣经里面哈，我们其实要懂得，在我们生命当中呢，其实教导我们为什么我们需要有好的性情。基督徒为什么要有好的性情？因为在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到行为偏差、秩序不好的人，跟我们思想行为有极大落差的人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一定会担心，是不是会影响到我的生命安全？教会不就是这样吗？教会如果有一群行为不检点的人，对不对？哦，有没有？过去还有什么吃爱餐，有人会怎样？我开始包，还没吃就开始包了。他怕没有吃到，哦，好像也不太对，对不对？哦，会影响到我的吃的安全呢。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哦，在教会里面，如果当一些行为不检点，甚至有一些行为方式、讲话方式，让我们不舒服的人，我们都会觉得好像影响到我们的安全。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怎么选择面对？到底是恳求上帝给我智慧呢，给我能力呢，还是我选择逃避？我觉得这在对基督徒来讲，当我们在认识神的话语，我们一定要去了解我们的行为是怎么在变化的。假如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行为没有试着去回想我们的变化是如何，那么这个真理、这个福音、这篇讲道文，对大家来讲就没有实质上的帮助。所以我们要了解，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找出一个性情最容易动摇的人是谁？我跟你讲，是彼得呢，是耶稣很得意的门生呢。哦，是彼得哎。马太福音16章13节到16节，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啊，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啊，有人说是以利亚先知，也有人说是耶利米先知，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那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他就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把这句话记住哦。约翰一书5章1节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上帝而生的。”请问彼得是不是从上帝而生的？是吗？因为他称呼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我相信他已经相信耶稣是基督，对吗？所以他是上帝所生的。请问你们是不是上帝所生的啊？因为我们都相信耶稣是基督嘛，不是吗？既然我们是从上帝所生的，他后面那句话：“凡爱生他的上帝的，也要爱从上帝生的。”意思是什么？不信的人是不是上帝生的？会不会？他的生命是上帝创造的，懂我意思吗？他或许他还不认识这个上帝哦，他根本就没有机会认识福音哦。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有责任。咱有责任呢。这个人因无相信，不是因不信的，是因为咱无要传的。基督徒如果在教会只是嘻嘻哈哈、组织吃物件、娱乐，但是咱对福音无负担，没有急迫性。我们虽然是从上帝生的，可是我们却是做像魔鬼的事情，因为我们并不爱那个从上帝所生的。所以，请问，
如果这些年轻朋友中辍生进到教会，你要不要爱他？要不要？更需要啊！你知道那个负担是什么了吗？各位弟兄姐妹，牧师曾经有听过，有人说，如果教会要做关怀这一些问题学生的事工，我不要把我的孩子带到这间教会去。我心里痛，哇，那是一个多么恐怖的事情！你领受的福音是这样的福音吗？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要我们学习做一件事情。来，彼得如果他是上帝所生的，我们知道这是什么故事？约翰福音18章10节，耶稣要受难的时候，要被抓的时候，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拔出来，就将那个大祭司的仆人耳朵怎么样砍下来。耶稣对彼得说什么？得啊，收起来，刀子收起来。我的父，我的上帝所给我的那个杯，我都喝了，我都承担了。你在干嘛？你不能吗？你不能跟我一样吗？我请问各位，这些中辍生，这些不好的学生，有像彼得这么狠吗？拿刀子给人家砍到耳朵断掉，有这么狠吗？我觉得还不至于。就算真的是这样的话，要不要关心啊？不要关心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有的态度。各位弟兄姐妹，彼得他有没有成为教会的磐石啊？有没有？你要相信哦，当你愿意去关怀一个需要的人的时候，这个人的生命他有可能会成为教会，成为未来上帝国度的一个重要的工人。曾经这一群孩子里面有一位叫林幼宇，2个礼拜前，他不知道做什么，就坐在我们当中，看着我们敬拜团在那边练团。团练之后，我告诉他说：“幼宇，团练中，我就说幼宇，请你去坐在爵士电子鼓的旁边，看着黄子安弟兄、子安哥看他怎么打鼓。”然后他说：“好厉害哦，我好想很厉害哦，这个好难哦，很难哦。”你知道吗？从那2个礼拜前，他就开始每天，我说你也可以，我请你每天你都来学，好，我教你一个基本节奏，你尝试看看。林幼宇，他就是当时候那一群中辍生正准备要去号召去打某一个去理论不是说打，去理论的其中一个号召的人。你有没有关心不？你哪不该关心？你知道吗？他现在上个礼拜牧师讲到他的父母亲怎么样，把他的手机没收了嘛，对不对？现在手机还到他身上了。我当时候跟他讲说，幼宇，牧师还真希望你妈妈不要还你手机。他说为什么？我怕你拿了手机以后，你又回到以前的生活。他说牧师不会了，改变了，有没有改变？要不要关心？要。所以重点是我们愿不愿意去陪伴，传福音是重点，我们愿不愿意去陪伴我们的家人，陪伴我们的朋友，去认识这位神，认识这位真的可以带给我们生命改变的主。因为过去牧师在国中时期，我在家里都是乖乖牌可是我去到学校都在打架，父母亲都不知道，我都在打架，骂不好听的话。喜欢跟人家，你看我就像摩西一样我来解救大家，我来帮助大家，是一个血气方刚的人。可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在我们基督徒每一个生命当中，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会有几种生命状态，我们一起来看。第一种，我们会选择 fighting， 据理力争，打前线不顾后果，做了再说啦。彼得有没有？彼得有嘛，对不对？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些中辍生的孩子有没有一样？他们也是一样一个朋友遇到伤害，他就怎么样？我马被卡梅西到修变。另外一种，有人的生命会选择是什么？保持安全距离，消极观望，不要碰，没事啦，安全就好了。我不晓得你是不是这样的基督徒。第三种，安静心，预备好你自己。
牧师期待每一个人都像第三个有的生命态度，你也比班，等候上帝的差遣。哇，这个我很喜欢这个沉默大哥，时常之前他从牧师2017年来到教会哈，他常常会问我一句话：牧师，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他也讲过很多丰功伟业，他想要干嘛。可是我觉得他是一个懂得安静心下来的人。他虽然敢讲，可是他就是懂得，我就看一看，好像牧师好像还没有这个意思哦。他会观察，他会学习等候。但是我们更需要更多时间去跟神应对，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帮助我们在牧师不在你们身边的时候，你们会有能力知道怎么样为主而活。所以我们要知道马太福音，耶稣就对西门巴约拿说：“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们要记得，在我们生命里面，耶稣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其实我觉得基督徒要像耶稣这种态度去祝福，不是看到他做错一件事情就把他定罪了啊，这没路用啊，这没好啊啦，这人扣角啊。我告诉各位，耶稣他的心态啊，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他跟这个彼得啊说这句话，我觉得很感动。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哈，你的生命是要建造教会，教会是建造在磐石上，也就是建造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都是。所以我们要知道，在我们生命里面，假如我们不了解侍奉主的人、侍奉主的信徒，我们的信心如果会动摇，那是很危险的事情。性情脾气是会改变的。我说所谓的改变是说，你看到好的，你不要恶，你可不可以坚持？这咁好，这种性情是唔好的。好，这种性情是安怎古板的、固执的，总硬就心拉石头咁款。所以兄弟姊妹，咱知影好的性情，我们就不要让它怎么样改变，随便改变，不要因为环境而改变。等你年老，你敢袂让讲我老啊，袂使好使啊？敢袂使？啊？不可以，我们要学习说，主啊，我还活着的时候，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年轻人，我们不会，能力不足的话怎么办？我们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有一颗顺服的心，学习操练我自己。像你今晚性情会当愈来愈臃肿，性情的改变，所谓不动摇，就是说我们不会随着恶劣的环境而动摇。所以你记埋哥林多前书15章50节到51节，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节里面，他讲到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要怎么样？都要改变。所以我们一起说，我的生命要成为改变的生命。不是在教会说而已，咱一起说啊！不是在教会说而已，回家也要这样做，这样懂了吗？我告诉各位哦，很多弟兄姐妹哦，私下有些时候也会跟我讲，牧师，我的孩子在教会是这样啊，在家里又是那样，这很正常，因为人都是这样，我以前也是这样。可是我要告诉各位，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你要真正成为上帝所重用的仆人，你要做一个一体一面的人，不要做一体两面的人。所以，像你今晚我们要知道，生命是一个非常可贵的，要让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们的生命什么是不朽坏的？啊，救恩啊！你有没有受洗啊？你得救呢？你信主说宣告说我要受洗。我相信耶稣是我的救主，可是我们却时常让那个会朽坏的事情在影响我们的心智。好，看电视好不好看？好看。看圣经好不好看？不好看，看都看不懂，知道吗？
哪一种是会朽坏的？电视是会朽坏的。那些政论节目，那些消息，不见得对你是有帮助，但是神的话却是不会朽坏的。今天的圣经节在57节到58节说，感谢上帝，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各位弟兄姐妹，保罗对弟兄姐妹的劝勉，最后就是回到2个重点：第一个，坚固不可摇动；第二个，就是要常常尽力的做主的工。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我们一起服侍神，我们一起尽心尽力服侍神。那个服侍神有很多角度哦，家庭、父母亲之间的关系，儿女之间的关系，我们都要尽到该有的那个生命，爱优好，要受顺父母亲。做父母亲的也要懂得爱自己的子女。在家庭里面，大家做家事是互相的啦。唔通讲那个家里好像是谁的工作了，不要这样。家就是大家的，每一个人都是一起要去努力去完成的。所以圣经里面说，常常尽力、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怎么样，不是徒然的。所以如果你在家里面，你在生活里面，你做什么事情牧师讲那个不需要啦，那就是变徒然的。圣经告诉我们，那不是徒然的哦，那是什么？什么是徒然的？台语讲啥？恁就知哦，恁就活在主的内底，不是空空啦，不是空空的啦。你多做家事，对你身体好，多做家事，帮忙父母亲，对不对？甚至父母亲学习怎么做饭，让自己的孩子、家庭的关系和睦。我告诉你，很多事情都会改变。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培养坚固的性情，重要的事情是要能够懂得去了解上帝给我们的环境、事物、人的变化当中，我们要如何取得一个不害怕死亡的生命智慧。死亡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结束了。也就是说，很多基督徒他遇到环境、遇到人所讲的一些某些的话，他会绝望，他会失落。失落、绝望，那人他全会被死啊！了解不？跟他红公姐，然后不爱做，我都不爱做，干扣啊，那种是失落。所以，一个基督徒培养出坚固的性情，是要能够遇到环境的变化，他依然能够知道我不害怕结束这件事情。我会知道上帝会给我们有更多丰富的事情。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咱来怎样？以加拿大多伦多的医院实习这些实习医生他们都愿意选择在实习的过程当中去服侍一些垂死的病人。那当他们在服侍这些垂死的病人当中呢，来帮助自己去研究在他们课程当中的某些重要的部分。可是当院方会请这个心理医师来为他们做一些为什么？问他们说为什么他们会做这样的决定？那他们就说，他们面对死亡，他们都会恐惧啊。人都很害怕失去，人都很害怕会死亡。其实这些实习医生也一样。可是这些实习医生，他们最喜欢的就是他们希望借着这些垂死的病人，接触他们，帮助自己能够克服那个对死亡的不安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咱伫教会，咱的信用，当咱拄着绝望，当咱拄着看起来无可能的代志，当咱看到一寡青少年会互咱感觉真恐怖、真危险的事，你是用什么款的态度来面对这项看起来感觉真危险的事？所以兄弟姊妹，宗教的改革家诺克斯，当伊病到要死的时阵，伊要求伊的太太做什么代志呢？念这个哥林多前书第15章，
当伊的太太念着提到讲基督徒搁我会遮经济的时阵，诺克斯就甲伊的太太讲：你有感觉这本册足安慰人无？虽然圣经将这个死看作那像个对敌，把死亡看作像是仇敌一样，但是主耶稣有没有得胜？有。圣经节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已经拔除了这个死亡的毒刺啊，所以告诉我们的生命说，我们必须要怎么样？要改变。我们因主有没有得胜？因为耶稣基督得胜复活的生命，我们有没有改变？改变什么？有没有改变什么？咱看圣经哦，圣经讲什么？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怎么样？也要改变。你相信复活的生命吗？你相信重生的生命在你身上吗？有吗？如果没有的话，那下一次我们那个那个啥，那个要说咧吼，那叫做信徒做酒班的时阵，某处个邀请你，你一定爱过来上。兄弟姊妹，咱来知影哦，必朽坏的会变成不朽坏的，什么意思？圣经咧讲的就是讲，我们原先是会朽坏的生命，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重生的生命，只要你愿意接受这个生命的时候，这个生命是会改变的。应该爱改，你唔通无改；应该爱变的，你唔通无变。所以讲死啊，这个死亡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注意哦，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什么是律法？就是像刚刚牧师举的例子，很简单。假如这些青少年、中辍生，他们是不对的，很多东西行为不对的，不对，这种不能来教会。我告诉你，你用律法去定罪，这对我们来讲就是罪啊。还了解不？这种罪就是死啊。所以大家了解哦，我们不能够用这样的思维去看待神把这些羊群带到我们面前，把那些需要的人带到我们生命当中。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明明白白的清楚知道，救主耶稣基督，他成为帮助我们面对死亡，明白如何过得胜生命的威胁。所以我们要了解，主耶稣上帝他已经知道，死因的幽谷是透过什么？是必须要透过永恒生命的途径，不怕遭害。了解不？你不怕遭害，意思敢真正是你不会遇到灾难吗？你还会不会遇到灾难？会啦，但是他说不怕遭害。我虽然行过那死荫的幽谷，你还是有会走过那像死荫幽谷的过程哦。我们服侍主也会啊，我们还会，但是我们确实要不怕遭害，因为不怕遭害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坚固的性情的生命表现。把它写下来，把它写下来。不怕遭害就是一个坚固性情的生命表现，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你就懂得下面那几句话的意思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诗篇23篇第4节明确的告诉我们，一个坚固性情的生命表现，就是他会懂得怎么面对挑战呢？你们有没有觉得今天牧师对大家讲了很多挑战生命的话？你要不要害怕？好，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要勇敢的去面对，你要学习勇敢的去面对。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今天教导我们如何面对死亡。得胜是因为我们必须要有所改变，让我们能够知道这个死不是真的死，这个死我们要学习把我们的生命用更有智慧的方式去应对。当我们对付我们的老我，会懂得怎么样活出一个重生的生命，而且是一环度过一环，最后我们的生命就会走向那个什么荣耀神的道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建立一个充满一群有爱的、坚固性情、有稳定性情的、有好的性情的基督徒的教会，来服侍人、服侍神。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
全能的上帝，感谢你用你宝贵丰富生命的话语，丰富滋润我们的心，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得以坚固，得以稳固，甚至拥有平安、有力量，继续为人生的道路向前迈进。主啊，当我们在今天学习了许多新的生命的功课的时候，我们恳求你赏赐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的脾气、性情、个性能够与主你所创造我们的样式形象相称，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跟耶稣基督的性质一样、性情一样，学习传福音，学习建造神你的爱的教会。当我们领受这份传福音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落实我们的生命的操练，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是主你的学生，是主你的儿女。恳求主你赏赐给我们生命，不仅有亮光，也让我们的生命不是一会儿那样，一会又是这样的生命状态。主啊，我们相信，我们期待我们的生命是主你所造的。我们更相信你要将我们软弱的生命带到主你的面前，无论是病痛带给我们的生命能够依然强壮，让我们的病痛在软弱当中学习有更多的刚强壮胆的心智。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学习说造就人的好话，祝福更多需要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丰盛的恩典的祝福。也求主你挪去我们心中懒惰的性情，帮助我们学习在主你的面前，透过你的话语的修剪、管教的功课，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学习做一个听主话语的人。愿主你也将全新蒙恩的生命赏赐在我们大桥教会以及每一位聆听神你话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求主你赐给我们，让我们学习听话的个性，学习懂得学习好的性情、温柔的心，学习接待人，学习好接待需要的人，帮助他们的生命能够更多的认识主，认识主你的福音。主啊，我们也恳求你帮助在昨天以及今天要进入会考的这些学生，中选、嘉恩、定恩、定伦，恳求神赐给他们有足够的智慧，帮助他们，考验他们在学习的路上，透过这个考试能够再次检视他们的学习的状态。我们相信透过考试成绩来评估检视他们学习的程度，是要让他们的生命更加的成熟，更加的成长。求主你让我们学习在祷告当中为彼此来祝福。谢谢主，在你面前献上感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这时咱来回应诗，圣诗196首，无行歹人的道路，请咱起立吟全首。海浪拢袂消。
请坐，这是咱准备心来奉的。主求你降临，阮虔诚奉献，阮满心感谢，你叫大恩典，但求你赐福，你所听囝子，享受你慈爱，永远无离。咱大家来服侍祈祷。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赏赐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我的心搁虔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使命。我确信奉献是使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命令赐福阮，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这时咱来公道吼，下面看 YouTube 来看，为着咱的教会甲联名求救甲学师教会青年捐款的问题教会的宣告咱出来新教人关怀的代祷，为了这项，咱大家来开声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我们将上帝的公道，特别是灵性的造就，每一个信徒生命的需要，献上阮的恳求，愿意将奉为信心开力，享受着每一个信徒的成就，回应每一个人，互阮每一个人员，兄弟姊妹拢同心伫灵性的造就，透过祈祷、经历，伫生命的经历的中间。体会着主你的平安、圣神的感动的陪护，互阮真实的生命来见证传扬福音的归来。主阮相信，愿每一个伫主你面前做主你委身顺服的行为，拢是上帝你所喜爱所欢喜。求上帝你赐福你的教会，无论成少年朋友，无所不在主啊！阮伫有限的生命，总是你教导的下面，求你阮今日行为甲目的拢有光明，求阮大人接物，存诚实的心，阮的心清气，无歹的念头，阮的心显出光明，人人拢安尼了解阮，阮言行一致拢无论断，阮讲话正义，讲无虚假的话，阮用诚实交陪朋友，对待阮的人，阮就对伊宽容，使我有勇气面对所有的困难。阮心存谦卑，对人生无过头要求。上帝啊，你对人类的疼甲怜悯，伫耶稣基督的死，事实的显明出来。愿是一个大能，为你教阮同在。阮所表现的疼，亲像伊共款。主啊，会当阮顺路到死。阮专心前来，我靠主的是一个保护。同时嘛，愿意我靠主的气力，为家己的是一个。我嘛感谢你，为了人类设立家庭，阮仰望你有天顶这种好运，临到这个家庭每一个人中，阮的厝边交阮拢总同胞的身上，伫阮每一个人，基督伫阮每一个人做主，阮每一个人家庭拢遵守你律例，
我每一个脚头为你敬拜你，我每一个嘴承认你为主，感谢主恩典。我那里祈祷，奉靠主耶稣名来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恳求你听阮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恳求的声。这是我来报告。下周的事务人员，请咱家己。教会消息通知，今仔日有小组的聚会，欢迎兄姐踊跃参加。第二，本周5月20个日拜六礼拜，本会各中的青年小定论，甲昆去组嘉恩甲遮个囡仔拢要去参加迄个考试请咱关心大道第三，新家人关来新的影片连接，先会当用手机开去，用迄相机的模式要点选伫迄个网址内底，伫这点边乌遐咱来甲点着，你就能看到这是今日这是报的消息。过来，咱今日来讨论今日金句，台语、华语读一遍。所以我所听的兄弟啊，恁着坚固无忧抓，常常尽力伫主的工，因为知恁着活伫主的，毋是空空。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牧师来补充报告咱伫后礼拜咱要举行今年度的第2次的圣礼典所以嘛邀请咱兄弟姊妹备办心，咱做会当甲主当坐倒。圣礼典实际上是跟耶稣在耶稣在最后的晚餐里面也是透过最后的晚餐跟每一位他的门生来让他们彼此再次明白他的用意，活着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简单来讲所以也期待下礼拜我们一起来学习安静预备我们的心来恭受这个圣礼典。那另外呢金玉老师先离开今天那个他先生Daniel 也从德国回来了也欢迎他。那牧师来介绍一下那个森德也有一段时间了可能是加那个老厝遐宽好然后袂好呀OK， 咱个拍婆欢迎伊啦咱嘛搁一摆欢迎这个，突然间宕机了，我知道李欣对，好。永丰，是的，咱个一摆请你们起立一下我们大家再次欢迎你们什么时候就要回中国？6月7号了所以这几个礼拜都会在我们当中牧师也期待我们待会会后我们可以多跟他们交谈，然后建立一下关系，认识一下特别是其实永丰他以前也都在工作嘛也比较少在我们当中跟我们大家我们都认识但是我是觉得有机会能够跟李欣李欣他本身我上个礼拜牧师跟他交谈，他是算是科技公司互联网，咱在迄个叫做什么？那个叫抖音抖音伊是专门在做迄内底管理的部分所以他也是非常好的优秀人才那也祝福李欣他以后他6月份他们要回去中国的时候，有机会也可以找我记得中国那边好像也有教会是，如果可以的话，也欢迎你们可以一起去参与中国那边的聚会的教会好，欢迎，请坐。那旁边这位有一位叫许浩成
浩成弟兄哦，这次是第2次哈，对，上一次牧师刚好是外出啦哈，我们也欢迎他浩成，欢迎你，请坐，请坐。啊，刚个无书无介绍到的，啊，拢有啦哈。哦对，对，咱嘛为着这个咱即马遮的会考的学生吼，因即马拢唔免家长陪啦，因拢是规定讲唔免的学生家己去准备吼，我感觉嘛真好吼，因拢是统一管理哦，可能疫情之后的方式啦。那我觉得我们要继续为这些孩子来祷告。那昨天牧师也跟子安有特别去盼望这些学生，给他们加油鼓励哈。我们一起在祷告当中为他们祝福哈。好，那这时候我们邀请各位，我们一起起立，咱这回来行平安礼哦。我们用拱手就好了哈，每一个人都要问候哦哈，每一个人都要问候哈。平安。听互咱出去做机会，听互咱出去做机会，上帝会听互咱，欢迎你来，听互咱出去做机会，来个一遍来，听互咱出去做机会，听互咱出去做机会，上帝会听互咱大家听做机会，听互咱出去做机会。咱游玩起来，无需个补充报告几项事吼。咱嘛为着咱即摆指挥祈祷啦吼。伊接续有2礼拜的时间，伊拢爱去招团吼。所以后礼拜呢，咱的玉成伊长了应该转来台湾啦。后礼拜伊就个倒转来伫咱中间啦吼。咱嘛为着咱教会会当有这2个真优秀的这音乐的专才的人伫咱中间吼。求上帝赐福咱的教会，咱做伙来吟上营的诗。上营的诗386首，天的万邦万国万民。天的万邦万国万民，敬拜上帝白行诚心，阿拉三位一体上帝。愿天父上帝的恩典，愿你丰盛的祝福在我们当中，不仅领受神你恩典的祝福，也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领受更多培养我们生命更好的性情的祝福的生命。求主你赐给我们在今天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那份丰盛的祝福，是从天而来，是从神的启示的话语，让我们更深的明白坚固的性情，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众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密道。